在地消息要带大家关心，高雄阿莲再兴新村，伫咧民国44年时阵是大丁岛的百姓来到台湾了大个所在，上兴的时才带100外户，也毋过时代慢慢无共，这百姓慢慢搬去外地，引起到才有一寡趴远的旧厝。区公所伫咧清点空厝的时，一个无意中发觉到其中一栋厝，乃会吊一具空的棺材，在地百姓感觉这无啥，讲古早有头面的人拢惯死伫咧厝内采棺材，希望会当升官发财，嘛会当添岁寿。规排的家厝啊，伊的外口是安尼远远细细，早就已经趴远去啊。我近一个甲看，煞发现讲有物件放伫个顶头。走进第二平房里面呢，可以看到呢，在这个屋子上面呢，竟然是有一副棺材呢，直接悬空挂在上面。远去的老厝竟然有棺材，用竹竿柄啊甲挺悬着，棺材头阁写一字真大字的收。唔知的人看到安尼，恐惊已经吓惊着。这个地点就伫咧高雄的阿莲的再兴新村内底。只是这个现象，伫附近的居民早就感觉无啥。男孩子哈，他生下来了哈，差不多3岁啊。有的有钱的人就把棺材做起来，棺材上面有个寿字，长寿。有官有财。居民讲，伫个厝的放棺材，这是早年大丁岛民的风俗。迄落大户人家为着要替子孙来添福寿，佮加上这有一个谐音，甲棺材挺悬有升官发财的意思。其实，伫个再兴新村内底，大概拢是民国44年撤退来台湾的大丁居民。上旺的时阵有102户，毋过尾啊，佮拢刷刷迁走去啊。厝年久失修，才会成做即马即款远去的模样。因为我们这边100多户嘛，102户，本来很知道的，后来慢慢搬都。有钱的人搬走了啦。这落空厝已经荒废50年，无人住，厝主嘛无得找人，所摆。当地居民嘛袂特别对遮过，因若讲顶悬摕遮棺材，袂特别去甲看嘛，袂去甲记记嘟嘟。遮侪年来拢嘛是平安无代志，只是讲对毋知情的人来讲，看到荒废的旧厝顶悬阁有棺材，恐惊会着惊阁青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